最近过道拢会落18号，所以各地水库进水是拢未少，中区上济。咱来看云林的乌山水库，6月底水就满了。水库嘛表示讲若要放水，会伫2点钟前来发布通知。云林的乌山水库为今年4月下旬开始，就因为黄山河方面顶带来雨量，增加脱水率。到6月底时，水库就已经满，加上最近阁一直落18号，目前乌山水库也是真甜。4月份、5月份的几波梅雨，那我们到了6月份，6月24号就满库溢流了，那我们的满库的高层是在211.5公尺，有效蓄水量是5060万吨。乌山水库的管理中心表示，今年4月24日，水库的水位仅190米，脱水量33%，是今年度上低。不过到4月下旬了后，一直有落雨补水，到6月底，脱水量就到100%。若最近阁一直咧落18号，所以会无定时自由溢流。溢流之前，这个前2个小时，我们会依照我们水库运用要点的规定，在2个小时前会发布溢流的警报。那也会传真通报下游的相关单位，那也通知在各附近或是河道内的民众，要远离这个河道。管理中心讲，乌山水库甲直接的杂水坝联合运用，每天会分别供应20万吨甲15万吨的用水。依照目前脱水的状况和水情有果，今年底进前要提供予云林的民生用水是无问题。不过民众用水也是爱准则。记者王维雄，云林报道。